等待无等落去的人，关伫等袂来的所在，一天一天算日子，压伫阮的心肝内。期待明仔载的人，日子停伫遐一天。期待明仔载的人，等无等来的消息。期待明仔载的人，等待袂等来的人。伊无是离开，伊是予带走。你摕来无声，伫历史无声，目屎拭袂掉，心痛记条条。期待明仔载的人，日子停伫遐一天。期待明仔载的人，等无等来的消息。期待明仔载的人，等待袂等来的人。咱各位贵宾无搁伊称呼吼真正感谢今仔日大家对远远足侪对高雄、对台北，甚至对美国来是还真正感谢吼。阮老爸王耀林检察官，伊细汉时就是讲公义、坚强，带予所有人幸福。咱今仔日台湾非常欠缺，就是公义。足侪人敢若讲有钱就好吼，即款的选举是非常悲哀咱来学吼。阮老爸伊伫新竹做检察官，伊要去甲办新竹市长，人是外省人，你一个台湾囡仔屁要去甲办，台北的上司讲毋通办即个人，阮老爸要去甲办，伊知影佫办咧到底会无头路，伊嘛要去甲办吼。伊讲这贪官污吏吼，无办无逐日拢干那要办咧贼仔尔，结果阮老爸就无头路无头路来到台北吼，就来林茂新教授所办的民报，踮遐做法律顾问开始为民报写社论、写司法评论。伊的司法评论讲啥？什么是法治国？迄当时的蒋介石遐歹，阮老爸甲伊教过什么叫法治国啦？讲法律是拍袂死的。国民党讲法律是我讲的，什么你咧讲拍袂死吼？佮讲即个报社人员的法律责任等等，就讲起即个报纸言论的自由。阮老爸佮写一本册，做提审法解说。提审法就是讲，应该警察兵黑白掠人，你应该当官去法院，甲遮个人调来法院，提审来法院。安尼时阵，即个法官就会当来审判，或者是小代志放转去，是要交保，是要佮关起来，袂互乌白拍。阮老爸伊安尼自然者做，佮讲咱台湾司法迄阵乱糟糟，
所以要开会来讨论这个问题要安怎解决。所以因为要促成1946年12月22日开始5日的台湾省司法会议还是做难得。司法会议应该是全国性的，但是咱台湾有为着司法的问题来开会议，开5日的会议哦。阮老爸因就是安尼，迄当时遐拍拼，为了台湾司法不公不义来拍拼掠着，因为是安尼在228就不幸来牺牲，国民党无稳准即款人去活落吼。所以在228，国民党家己讲，因是借着228的发生，要来趁机要来掠台湾这个领导者。对对，对于我来讲，非常悲哀，非常凄惨。但是咱会看出讲，228这台湾省，因确实促成台湾的民主甲自由，互咱台湾人警察起来讲，咱台湾人和中国人无共款，咱爱拍拼，所以这侪当来一遍搁一遍牺牲，大家搁向前行228的精神伫咱台湾人的中间留落来所以因为是安尼，咱因的牺牲。有对咱台湾也有这样大的贡献这是我家己感觉讲安尼，有哪牺牲了有价值啦多谢我讲到这是。